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大家好，我是陈雅珊，欢迎收看6月9号中嘉台南地区新闻。总统蔡英文9号来到台南，先到白河视察水库改善工程进度，随后前往新营太子宫进行正典甲变仪式。下晡前往视察南美馆的工程进度，并且伫会中表示，文化的力量就是城市的力量，以及国家的力量，所以伊非常肯定这项建设。南美馆预计伫明年完工启用。总统蔡英文特别南下视察这项工程的进度，并且伫台湾文学馆听出简报。伫听出报告的时阵，不时点出笑容，显示出非常满意南美馆的成立。会中也期许南美馆要有国际视野为志向，成为文化首都上界明亮的一粒星。南美馆是国家重要的投资，对台南、对台湾都有一份责任。那么，我希望南美馆要以宏大的国际视野的志向，成为台湾文化首都最明亮的艺术橱窗。同时，也要积极的推广艺术，鼓励市民和学生亲近美学，并且培养在地艺术人才，来带动艺术产业的发展。南美馆为郭伯川教授创意建设至今，已经过了60天的时间。对着总算会当顺利进行，赖市长上该感谢的就是小英政府的支持。为了美术馆的兴建在努力。那第二个呢，内举不避亲啊，我要肯定我们叶哲山局长率领的团队他执行力非常好，因为要协助筹备会所提出来各种问题，而且现在新城工程在兴建，那么也有衍生新的问题的产生，都需要叶哲山率领的文化局的同仁来一一解决。那第三个就是我要感谢郑部长、林权院长，还有蔡总统一直到民进党执政，郑部长、林院长、蔡总统。经费才真正下来，透过下较大消息。经过一家子的期盼，南美馆将要伫明年启用，相信将会成为大台南的文化代表。台南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安南区车草仑路段的堤防，因为是早期兴建的土地，无够稳定，而且堤防顶面所种的菩提树，树根阁有真侪鸟鼠作收。造成土地伫拄着大雨时，可能会有崩起的危险。立委黄伟哲甲议员郭清华，上午前往听取地方民众的心声，争取堤防改建。甲市议员郭清华上午伫咧赤炎炎的日头之下，来到现场会。所以说，我们希望说这次水利署第6核专局争取这个经费，我们希望赶快。把这个工作已经完成了一部分了，我们很开心，也希望说能够替台南市，不仅在这次的前瞻计划的这个治水的部分，也在于年度的计划原先我们编列的这个治水部分，希望水利署能够来站在地方的立场，能够多协助地方的居民，把这个治水以及堤防的绿美化工作做好。过去的是一个土造一个堤防伊顶悬的有种这个菩提树，年久未深的这个老树伊会转动爸爸洗衫的时阵就有发现迄个溃堤的现象，拄我地方的人伫第一时间发现的时阵随去做一个抢救所以无互这个灾情这个扩大。如果若是3更半暝无人知影的时阵雨阁继续溃堤的时阵就对啦，有可能规个大土城的所在
农村饮水安尼，后续咧吼，还佫有一部分还袂做吼，今仔日咧吼，地方的人一直咧吼，共同有一个心声，就是要拜托黄委员咧吼，佫继续甲阮关心，甲这以后还袂做好吼，这个堤防化，这个一寡迄个工程的时阵吼，家做为好安尼。拄着这个路梯吼，这条堤防化拢会惊淹水过来啦，这个困难了。希望讲咱政府佫迄个黄委员，佫迄个国议员，甲阮争取吼，互阮遮较安全的。青草仑堤防伫咧靠近出海口的路段，已经伫咧年初施工，并且近日来已经完工。立委黄伟哲希望工课要做来做完整，将会争取接续落来。站门溪青草仑段的堤防全面改建变作安稳图，来提升堤防的强度，保障在地民众的安全。台湾新闻网1号采访报道。为着互无方便出门看病的长辈，唔免特别自转路到诊所病院看诊。健保署伫1805年实施全民健保居家医疗照顾整合计划。由医护人员组成居家整合照护团队，主动行入患者厝内提供医疗服务。不过自实施以来，绩效并无好。医院区里要求卫生局加强媒合。健保署伫1804年开始进行全民健保居家医疗整合照顾的试办计划，为1805年开始实施。由医护人员组成居家整合照顾团队，主动行入行动不便的长辈，也即是慢性病患厝内提供医疗服务。但台南市为1804年到达，却只有完成154个转介的个案。对此，医院区里批评卫生局无够积极。卫生局的业务不能这样子怠惰。104年就已经在整合居家医疗所，他现在告诉我说已经在做。目前我们从健保署调出来的这一些有被服务过的台南市，只有154个人完成转介啦。从104年到现在啦，已经在做了。我本来我还跟你讲啊，问题态度也无好啦。看报告然后看看卫生局如何再强化。好，谢谢副市长。另外，中国社伫铁路迄当阵特别完整保留真有代表性的龙凤壁，但现在却被藏伫咧新南国小废校舍，佫无用物件掠咧来适当保存，也互医院批评无重视特色文物。龙凤壁现在躺在新南国小拆除的废置的这个校区里面而且连盖都没有盖。我要不要拍照给你看？对此，文化局表示，龙凤壁并无属于列管文物，因此该局只有协助切割的技术指导，并无处理到后续存放的部分。你若是有需要，文化局也会来协助保存。但新闻正山郭博义采访报道。市府规划高价单过400多亿的经费，除了中央补助以外，台南市政府阁必须再筹备160多亿。医院一方面质疑钱为倒位来，一方面也烦恼未来建筑完成以后，会甲台北高雄的捷运同款，达当了钱，还有市府爱慎重评估。针对市府所规划的先进运输系统高架单轨，依照目前规划的路线，除了中央补助以外，台南市政府阁必须再筹备160多亿，而且未来营运以后，拄开始每一档大约需要付3到4亿，预计民国124年以后，才当达到损益平衡。医院投诉因以台北高雄捷运目前拢是亏损的状况，来质疑未来高架单轨起好以后，将会变成一个大钱坑，好有市。人讲中央的好意，释出这么多钱，各县市去争取，但是呢，你争取倒来200几亿，你以后要付出的有几百亿、几千亿，你知影无？医院投诉因好有交通局专心伫公车系统的推动，并且加强偏向交通不便的所在，来代替高架单轨建制。但新闻正山郭博义采访报道。医院陈培雅最近接到家长订正，表示下生的营养午餐因为能力甲班级数的关系，必须提前作业，所以上午10点外就已经出餐。因烦恼天气热，物件容易臭酸，有食物中毒的疑虑，
因此要求教育局对学校进行宣导，莫小早出餐。议员陈培雅伫总质询时表示，有家长介定前学校营养午餐因为班级数上济以及能力的问题，所以拢会提前作业。造成上午10点外就已经出餐，甚至杀到教室门口。议员烦恼热天温度高，真侪菜拢真容易臭酸，食到腹肚，恐惊影响下童的健康。建议教育局对学校进行宣导，莫上早出餐。我们每个学校几乎10点半左右，甚至毛10点的学校，拢已经甲菜煮好啊。好，在每一个学校，其实他这样的做法没有说他错，但是我是希望。为着囡仔的营养问题，我觉得营养午餐的色香味俱全的东西啊，其实学校都很注重，也有营养师的。唯一的是这点，曾经有家长会也是讨论到这个问题，希望学校不要那么早出餐。但是学校是讲哦，因为学校的那个班级数多，所以不得不早出餐。但是我认为，是不是在我们教育局的帮忙之下、督导之下，不是斥责啦。因为这学校没有错啦，他的考量也是没有错，但是是不是会当协调一下？由咱教育局来做一个协调。另外，针对东区伫安百岁头前2块大塘的土地，议员再度建议市府是不是会当想办法来规划做停车场，来解决周边停车位不足的问题。是不是伫大安百货头前2块大塘的地，是不是咱台南市政府会当去甲招？也是要以地换地来做停车场，咱长期的投资给市民的方便，其实咱若停车场固定的收入嘛是很可观啦。对此，副市长吴宗荣表示，大塘已经同意要和市府规划做公用停车场使用，但目前搁咧协调税金的问题，等待确定以后就会开始执行。但新闻站上郭博义采访报道。新休困一个马上登来新闻现场。正确开启车门很重要，不然怎么开呀？下车要转头注意后方来车，再慢慢开车门。这是两段开车门啦，两段是开车门，两段是开车门，两段是开车门，因为很多要说3次。打开一本书，每页在发亮，文字变鱼儿，游在大海洋，充满了。欢迎你和我一起来收看《非读不可》，台南爱读册。为了培训各种技能的歌手，有一个统一训练的专职单位。9号上午，劳动部正式伫云嘉南分署成立培训中心，希望透过专业多元的培训，训练出更较侪优秀选手，为国家争取上好的成绩。3、2、1，请开台！国手培训中心正式成立。经过3档运作，国际技能比赛歌手培训中心伫劳动部云嘉南分署正式闹热揭牌。会中劳动部长林美珠嘛特别南下参与揭牌仪式，希望未来者会当作为选手的后盾，培育出更较侪优秀人才。同时嘛，期待今年10月到阿布达比的比赛，会当超越顶一届36名奖牌纪录，争取上好公演。我们的绩效是非常的好啊！我们参加了39项，那么其中呢，我们得了这个5项的这个5面的金牌，那么有7面的银牌，有5面的铜牌，还有19个优良。我们的得奖率，各位算一算了哈，数学好的话就知道，我们的得奖率几乎是90%以上。那我们有没有信心？这次去的时候，我们能够100%的得奖？选手们告诉我，我们有信心，好不好？谢谢。另外，为了让选手伫辛苦培训过程有变工的，会当轻松一个现场经实力用白草所制作的玫瑰花专区相当特别。
同时，各处嘛邀请劳动部长做伙体验，甚至献出迎北所做的玫瑰花，表明温馨。去这样，再绕，然后再往后折，绕到，哎，这个我可以，来试看看，往后折，然后再绕，对，然后再往后折，再折一次，然后绕过来。我们通常爆花爆下来的时候，它就是丢弃，因为不要用。可是以前的学长他想到爆花，如果再给它加一点东西进去，可以让它更有价值，就想要把它折成一朵玫瑰，所以就让它有一个新生命存在，让它不是只是丢弃了包，而是一个新的东西，新的生命。会后，劳动部长嘛亦为47位各种技能的参赛歌手挂上彩带，加油打气，希望因用上佳成本，达到培训专业人才相关的行业。但新闻管制何长邦采访报道。得到 CNN 世界百大甜品店的知名饼店，在今年夏天，甲5星级饭店合作，推出3款经典的饼品来为南部的顾客消暑，并且由饭店的法国总铺师打造充满创意的饼面，提供消费者一个新选择。高市饭店邀请世界知名的饼品来到台南，希望会当为南部消费者提供一个清凉好食的食饼选择。饼店除了带来店内上界畅销的酸芽饼、珍珠奶茶冰、杏仁麻饼以外，更加结合饭店法国籍主厨的创意，推出3款用力在地特色的手工饼。台南精英的话，一直希望就是寻求跨界的合作，去跟异业做一些学习。那么在冰品的这个部分，因为因缘际会，我们就认识了 Ice Monster 的罗董夫妇。那罗董的话，他个人在做冰品这个部分有他的一个偏执的这个叫专业的坚持，然后他也是台湾之光，他的这个冰品在日本的话被选为这个10大甜品的第1名。那我们觉得说跟他的这个合作的这个过程的话，是可以学习到非常多的 know how， 还有他的创意。珍珠奶茶其实是台湾的一个食品的一个，现在是可以用喝的，它其实可以用吃的，它用吃的那个感受是特别的不一样，所以我们就做了一些变化。更加特别的是，除了各种蔬果类的配料以外，饭店各种冰凉的面加到饼品内面，让人客每一嘴拢吃得惊喜。工比较细，然后冰也比外面的还要绵，对，然后料还比较多。就是觉得这个就有绵冰，也有冰淇淋的这种感觉，然后还有一些配料都蛮特别，外面其实应该吃不到，没有吃过。金夏趴为即马开始，每礼拜5、拜6礼拜，拢会伫4楼的露天池畔贩售，为消费者带来一个无同款的饼品体验。台南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在台南经营60档的大型企业，抱着回馈社会的精神，透过大型文教基金会，特别关护永康、柳营20已经中学46名优秀的毕业生，总共32万的奖助学金。会中议长赖美惠嘛到场见证，场面温馨。大型文教基金会伫议长赖美惠的牵线之下，出席这次的奖学金颁发典礼。由大型文教基金会捐赠总价值32万的奖学金甲奖助，来鼓励永康、柳营20已经学校46名的学生。下晡伫议长赖美惠、教育局长陈秀平，甲大型文教基金会董事长周明律的参与之下，来进行颁奖。不要只专心在学业上。能够扮演好你每一个角色，做一个好的孩子，然后做一个好的兄弟姐妹、好的朋友，然后好的国民，把自己能够提升到最好的地方。那这一点，我希望大家能够记在心里。然后，当然，可能的范围内，能够帮助别人是最好的。效仿我们大成文教基金会周董事长这一份的爱心。跟回馈地方，这一份的精神，将来我们也将我们的才能、才华贡献于社会，然后回馈于我们的地方。我想跟各位同学、
也在此这样子的一个勉励。教育局长陈修平也肯定在地企业回馈乡里的精神，并期盼这寡受惠的学生未来也当以实际行动来效法企业创办人的这份精神，让社会更加温暖。但新闻家上郭博义采访报道。新闻最后赶快来关心气象。明仔天气是好天，有时细云，温度28度到33度，落雨记录2成，海面平均风力4级到5级，上大阵风8级。感谢你收看6月9日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陈雅珊，咱再会。